你们干嘛呀？周小环不见了，你们可以找那个叫什么陆雪琪的呀，干嘛非得找我呀？哎，碧瑶，碧瑶，你就帮帮我们这个忙吧啊！这件事情过了以后，你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想让京玉陪你是吧？行，多久都行。这故事谁写的？啊，这个是我小时候听我娘讲的，当然我又添油加醋了一点，怎么样？还行吧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词儿太多了，我不会演。帮帮忙吧，你先坐，你先坐嘛。我们一起读一下。我把房里的好酒都带来了，除了留给魏老的，剩下的就分给大家吧。多谢。客气。多谢各位父老乡亲来观看我们的大戏。天地之大，无边无际；红尘人心，无止无尽。神州浩土，广汉无边；中原大地，丰美肥沃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世间有一正道门派，名唤苍云。苍云门中有一弟子，名唤剑一。剑一游历天下，为繁华世间斩妖除魔。剑一来到人间后，第一桩诛魔案，对手竟是一名美貌女子。姑娘来自何方？为何在人间作恶？哼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我来自哪儿啊？我来自10万大山。我来自10万大山。闲来无事，随便逛逛。你们名门正派都是一群伪君子。看姑娘心肠不坏，我便饶你一命。若是再落在我手上，休怪我无情。哼，我心肠不坏，你就是看我貌美如花吧？妄称名门正派都是一群伪君子。对啊。弹指芳华，红颜枯骨，这又有何相干？姑娘未免对自己太自信了吧？哼！哎，怎么走了？完了这就。自此一见，正道少年与魔教女子，便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是你的法宝在影响你吗？我没事，我们接着来。
这就是他们的水渠。奇技淫巧，真是游手好闲。毁了它！都好像从来都没有见过。你是不是从西边来的？对啊，你又知道？哦，是啊，青云门那几个小子议论我，对吧？并没有。你以前住的地方是不是有个大湖，还有山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从小被父母遗弃在荒野之中，是一只走兽养活你的。后来你被人捡到，跟随一个人几十年，他现在死了，你无家可归才来雨都的吧？狗爷的身世连少主都不知道，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爷爷是铁笔神断周一仙，行走江湖，专为人卜测吉凶、预测未来的。我从小就有天眼之术。别说你的过去，就是你心里想什么，将来如何，都瞒不过我。现在还没到圆月灵力最强的时候，我这天眼啊，一年只能开一次。你得先给我解开这蒙眼布，为我松绑，我才能给你预测。不，我最想问的，我最想……好你个小丫头片子！然而好景不长，就在剑一与凤梨相恋后，魔教的争端如火如荼，终于正魔大战又再次爆发了。昔日爱侣也已反目成仇。就在剑一率领苍云门弟子攻破魔教总坛之时，凤梨释放了9天玄雷，重创了敌人。
正道败走，凤梨不得不重伤了剑一。然而面对昔日的海誓山盟，他又怎能下得了手？凤梨，我就知道，总有一天，比起与你天各一方，我更愿意死在你手上。娘，不要，娘不会让你死的。说话呀！说话！你不能死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不管什么正，什么魔，你跟我走，我都会想办法救你。凤梨损耗100年修为，救了剑一的性命，将他藏在鬼王宗总坛之中，要带着他远走高飞。你跟我走，天大地大，再也不会有人找到我们。不，我必须回去。为什么？你已经背叛了苍云门，已经亲手杀死了你的师父，他们不会容你的。这就是我的宿命，我的责任。对不起，凤梨，你今天不能亲手杀了我，我也不能再与你在一起了。剑一，这是什么故事？不会是咱们青云的往事吧？我曾经好像也听说过。于是，他们再次分离，剑一再次回到了苍云门中，而等待他的，却是师门无情的审判。彪怎么了？彪，队长了！彪，队长，回来呀！不跟我去，回来呀！奶奶的，竟然让他给跑了！走，随我杀上去！谷哥，别冲动，这里全是百姓，咱们会被揍死的。谷哥，不如咱们绕到后台去，让他们眼不成。走。你身为本派弟子，竟然与魔教勾结，欺师灭祖，不得不将你处死。我人生有大憾事，日夜镂刻于心，生不如死，却又不能不生。生则尚有期望，死则为背情怯弱之人。什么是正义？什么是正道？你们全都在骗我。我这一生苦苦支撑，纵然受死，却从未违背诺言。可是我又算什么？你还不愿意跟我走吗？作词这是我想。我不管，什么是正，什么是魔？既然相爱，为什么不能在一起？如果他们非要杀你，那我宁愿放弃这身份，与你生死不弃。
么不按画本来呀？对不起，凤梨，是我辜负了你。老大，咱们放火，把这舞台给炸了。好啊！野狗，哦，就在剑一即将被处死的危急关头，凤梨赶到了苍云门搭救剑一。